后来过来，这个真有名的小儿科的医师下做黄聪玲，互不少的业者偷用相片，佮改名改做黄一玲，伫网络顶卖一种讲会当治疗糖尿病三降茶，是甲这个三降茶讲甲袂输是仙丹的，讲啉啉咧，从此唔免注射，唔免食药啊，嘛唔免住院。黄聪玲医师已经伫咧面册来澄清，嘛已经来报案。 嘛要提醒大家，千万唔通食迄种碰风无实在、来路不明的产品，较袂颠倒来伤身体。我发明了一个让我们糖尿病病人能吃而没有副作用的产品。小儿感染科医师黄聪玲，那变治疗糖尿病，原来是橡皮去用头摕去用。朋友就传简讯给我说，我的照片好像被人家拿来卖茶。今朝看遮，医师去用改名，虽然是伊的橡皮无唔对，但是边仔写大家好，我是黄一玲，今仔我要向全世界宣布，糖尿病不再是难题啊！上新的方法就是逐工一杯三降茶，唔免食药啊！ 唔免注射，嘛免住病院，就是要骗老大人。留言说他喝了以后的这个开始有多尿的症状，类似这样的这个令人觉得说很难过，说其实他已经开始身体出现因为这一个产品而身体健康出现了危害。 原来是对今年4月到即马已经要4个月啊，医师的面册拢去用冒用，就算是要检举提告，但是嘛是拢抓不了。目前查起来的话是都设在国外，所以说呢，国内的这个警局他要去抓到这个行为人并不容易，寻求一些外事的合作。 甚至是医师和疾管署的副署长曾仁祥做伙参加活动，嘛去用变成是推广三降茶，甲你提醒一下，这款诈骗的广告，通常网络顶关无公司的地址，介绍嘛足俗的，而且可能会甲你讲限时抢买，只要入卡无满意会当退，但是若是真正要退货的时阵，佮找无管道，网络顶关还佮有简体字，甲你讲这是有疗效的商品，已经违反药事法，相当会当罚2500万。